日本、韩国小连线出现病院内底烧坏掉的情形，还有封院的情形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就宣布，病院要提早准备，专门要来管制病院出入的人员来探病人嘛要登记，另外要限制人数，一礼拜内扩大式专门负责的病房免报备，无上济限制，一定要保护病院，袂当去烧坏。 守护民众健康的医护人员实在真辛苦，伫病院上班风险较悬，要惊疫情会伫病院内底拖开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相关的措施来加强管理。访客限制的部分，那么我们在昨日会议当中，其实已经有好多部分的医院已经在实施了，所以原则上我们今天宣布之后就今日生效。 那但是也会留给医院弹性的时间做一些准备。患者伫入去病院进前，不管是门诊、急诊还是大医，拢爱为无共的出入口出入。另外一个病人限制上济，干内当有2个人去甲看，一个人长时间照顾，爱按照规定的时间入去，若爱登记，佮爱甲去过什么所在，甲有甲判病的人接触过无，交代清楚。外包的工作人员爱行特别的路线出入，配合调查，嘛爱逐工量体温、挂喙安、穿防护装备，进前嘛爱有做过相关的教育训练。另外，佮要增加 全台湾隔离病床的数量，扩大各医院的收治量能，那么让这个医学中心的负压隔离病房，那么保留，那么收治这个 比较重症的这个呼吸道疾病或者是那么个案。卫福部规划一礼拜内要伫全台湾134间病院设更较侪专职的病房，有固定的照护人员。本来规定病院100个病床，干内会当有4层到6层的隔离病床，今嘛无这个限制，报请卫生局核准就会用的。面对武汉肺炎的威胁，病院会当做的拢先做，想办法不爱互疫情拖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